呢，咱每一个人嘛是向着西天取经的这条路在行的，可浅显。咱去取经迄个经的记内底拢是真理，就亲像咱来到佛堂当中共款。咱若佛堂内底是咧来，今仔来开咧体会班，咱是要来目的是要来创啥？要来听真理对无？追求真理，就像咱的玄奘大师唐三藏共款啊，伊要去。行着17档的遐尔辛苦遥远的路程，伊为了就是要把迄经出倒转来。那么这经内底记载就是佛法真理。当咱今仔日来佛堂当中来入体会班，要体会着咱的智慧，身体的妙智慧，追求真理，这意义都共款，跟前先都共款，是共款的哦。所以咱今仔每一个人拢已经向着要回转西方的这条路，伫咧啥？伫咧前进啊！人讲一步一脚印，咱只要家己行出去，慢慢仔行，慢慢仔行，咱行到位，行到位是会的哦。所以讲，咱拢讲咱的西方五在10万八千里，今在倒位？今在目睭是即咱的三宝的迄个讲师傅拢甲咱讲嘛哦，10万8千里。在10万8千里，定在哪里？民俗一切的所在，你讲有紧，非常的紧哦。所以咱对咱自己要有信心，只要咱向着真理这条路，然后伫过程当中个，会知咱神讲师讲的遐一寡人物，李八戒也好，孙悟空也好，一寡迄人物的一寡阻碍考验，咱拢爱去安怎？去面对，去突破。那么咱绝对嘛会当达到咱的目标，迄个目的地，就是咱西方理天迄个所在。各位浅显，恁敢有信心？绝对是会当行到转去的，因为搁侪浅显已经拢行有咱看，敢是安尼？刚刚听着咱的超市，咱的杨明明在那写，咱家拢无写，敢有信心？真正要有信心，所以有真多真多咱讲真理道理啊，咱若行出去了，咱就是菩萨化身，咱就是道的化身嘞。所以咱修理理修的嘛是咧改变的，讲叫咱安怎？伫修嘛的过程当中会拄着真多考验，但是呢，咱爱甲突破，那么咱就是爱认迄个理来修，因为理就是绝对的。你若看人修会安怎？因为咱人就是无办法嘛，对无？咱来做众生，就是因为咱本来是好嘛，咱即摆行为是啥物？咱即摆行为是众生，对不对？是众生，就是有真多的无好的物件，无好的歹的，甲咱蒙蔽掉。咱来佛性当啊亲像有公会共款，亲像我迄个公顶共款，卡一定的这个垃圾，对不对？咱修的过程当中，就是甲迄垃圾切掉嘛，就是搁咧修，所以敢会有一寡较无 OK 的一寡行为，敢会有？一定会有啊。所以咱一定爱认修，就你袂当看人修啦，这是咱产和大仙甲咱鼓励的这个话啦，来，再来，咱今仔日呢，这是咱拄则去修道我的这个内容咱后续大家讲者，因为你是怎讲白话，大家拢知影，只是伫遮搁和咱大家分享，来，今日有缘来做伙，提出真心表上天。今仔日咱会当大家共聚伫咱这个爱上佛堂，咱敢是有诶？即摆世界人口是几亿的人，几亿的人口哦，咱会当不落也算亿的哦，70亿哦，算袂了亿的哦。所以咱伫70亿即个人的这人口当中，咱会当大家共聚伫这个咱爱上佛堂内底，即款的缘敢有深？非常的深哦，而且这毋是普通的缘，这是咱累世所修来的福缘，由咱今仔是来修的。所以咱是结了真心的福缘，才会当伫咱这个爱上佛堂，遮大家安怎共聚一堂，是修不落世，会做不落世的修行人。咱今日才会当坐伫个佛堂内底，然后坐伫遮会当安怎？咱互我今仔坐伫遐，安尼看拢无人，咱一班行一班，拢无人迄种半途离席的，就像咱神讲师讲，伊迄个早一点就走坐袂了啊。但是咱后续坐伫遐后壁安尼看大家拢坐甲安尼后壁看，大家就是坐甲如如不动，就是袂安尼讲坐
爱是安怎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吼，咱拄仔伫遮互较讲一下，就是讲有当时譬如咱先讲师吼，伫顶悬来讲吼，讲师咧准备资料啥，其实都很辛苦，嘛都用心在讲哦，但是因为咱可能咱课有关一个月甲一天对无？吼，